首先，我哋將外置 USB 插入電腦。請注意，所有外置 USB 在以下操作前，必須先格式化至 FAT32格式。第一步，先下載最新版更新檔，將要配置檔案複製到外置 USB 上，然後就可以退出 USB， 進行下一步，將外置 USB 插到 USB 轉接線上，然後將轉接器翻至底部，電池蓋上會有一個防塵蓋，然後將防塵蓋揭開，會有一個 Type-C 接口，將 USB 轉接線嘅另一端插喺 USB-C 口上。確定接上後，撳一撳轉接器開關掣，等待綠色燈光完全熄滅，就可以從轉接器掹出 USB 轉接線。最後再撳多次轉接器開關，成功安裝更新檔。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聯絡我哋協助。